喺香港地鐵度非禮人，唔單止冇禮貌，仲係好嚴重嘅刑事罪行。無論係故意掂到人、摸胸，定係其他任何形式嘅性接觸，只要喺逼爆又密閉嘅車廂入面發生，法律都唔會放過。犯法就要孭飛。法庭講明，地鐵車廂係高危地方，受害人好多時走唔甩，冇辦法即刻離開現場。香港法庭一再強調，一定要判得重啲，目的係保障市民喺公眾地方嘅安全同尊嚴。喺香港特別行政區檢控林國華單案入面，上訴庭判佢即時坐監，再講明要用刑罰嚟阻嚇其他人，就算係第一次犯案，都好大機會要坐幾個月監。如果係重複掂到人、試圖走佬，或者專揀返學時間對住啲校服女生落手，咁嘅情況就屬於加刑因素，判得會咁重。根據法庭講法，有多過一項加刑因素嘅話，刑期可以加多50%。信息好清楚，香港對公共交通上嘅性騷擾係零容忍。如果你或者你嘅親友因為非禮罪被人拉或者告，葉謝鄧可以幫你揾律師代表，快啲揾律師保障返自己，即刻聯絡我哋，保住你嘅權益同前途。